只要我今天踏出这一步，我们就恩断。路上小心啊！爹，娘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至尊宝，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故事，你要听好。什么故事啊？我叫孙金巧，我叫赵大宝，我俩本是青梅竹马两相好，郎才女貌配成双，喜结良缘共春宵。为何天公不作为，让我受监牢？婚后7年未有后，我心真寂寥。便是名医吃苦药，依旧没疗效。就在我俩心如死灰，准备放弃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改变我俩一生的神秘人。那一夜，日黑又风高，有人来把家门敲。开门看，见一神秘人怀中一襁褓。接过襁褓来，婴儿朝我笑。神秘人交代，孩子要养好。儿啊，你现在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吧？你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没有啊，哪儿还有另外一个孩子？你们刚才讲的那么清楚，还想隐瞒我？你当我傻呀你？神秘人许下重金，孩子取名至尊宝。你们还给他取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名字？那个孩子就是你呀！你说了半天，你没听明白是不是？不可能，爹，娘，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。你们怎么这么幽默呢？这个秘密我们两个保守了18年，今天不得不说了。因为那个神秘人又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写着神秘人，你就是神秘人了呀？你也太敷衍了吧！换个这个，要不要这么草率呀？这回总可以了吧？难怪，你这张脸也实在是太不神秘了。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人的。虽然他们没有给过我生命，但是却养育了我18年，他们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我的亲人。我不管你多么的有权有势，我也不管你有多少的荣华富贵，我是不会认你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既不是你的亲人，也没有荣华富贵给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去五岳山上做个山贼。开什么玩笑呢？我在家有钱有吃有喝有住，我为什么要去做山贼了？其实，你真的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。没办法啊，家里这么多年吃喝穿戴都是他给的。不然哪有那么多钱让你挥霍呀？当山贼也挺好的，打打杀杀，多快活呀！就是。你们这是不顾及我们之间18年的情谊，这是要赶我出家门。当然不是了，
我凡事都是有商量的。路途遥远，饭要吃好。山上寒气大，记得加衣服啊。没想到你们是这么狠心的人，不就是当山贼吗？也罢，我去还不行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可千万别后悔，只要我今天踏出这一步，我们就恩断。路上小心啊！一绝。亡我一片孝心，你们就这样对我是不是？如果我再回来的话，我就是你们的儿子。算了，不就是做个山贼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不要我了，我还有一大帮兄弟陪着我。山贼，哼，山贼就山贼。这个是对你们18年来辛苦的答谢。不要，之前要您的钱都是为了让那个臭小子能过得好些。现在他人都走了，我们还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您慢走。慢走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人都走了，我就去看一眼。哎，你说，我们刚才是不是演得太绝了？绝就绝吧，总之你不能去啊。这个神秘人，不是神仙也是妖怪，神出鬼没的，厉害得很。这要是让他发现咱们偷偷的去看儿子，你我这2条命没了就没了，那连累了儿子怎么办呢？养了18年的儿子，说送走就送走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还不如不养。你就别说傻话了。那咱们宝儿多乖呀，从小就那么孝顺，知道我爱吃芋头，每次都把芋头给我留着。你说，宝儿会不会被人欺负呀？你就放心吧，宝儿多聪明啊，向来都是他欺负别人。东西呢？咱们五岳山在500年前叫五指山，传说是佛祖一个巴掌给拍出来的。有了佛祖的庇佑，这山洞中必定有东西。想不到，果然被我猪八找到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斧头帮一统五岳山的机会到了！大家为虎，斧头帮！
可是，按照五岳山的规矩，山中宝藏人人有份儿。我们若想独吞，只能一点一点偷着拿出去卖。大路已经被昆仑派霸占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走小路，绕开他们。大当家，宝藏的位置在昆仑派和咱们斧头帮的交界处，要不要派人看着？你傻呀！找人看着不等于告诉他了我们找到宝藏了吗？对呀，对呀。哎，大当家，昆仑派财大势大，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就完了。我自有办法。快点，麻利点。那边，快点。我们在这里各处都埋下火药，但凡走入者都是死路一条。另外立个牌子，写上火药危险，这样就没人敢靠近它。就算有人觉得这是障眼法，硬要闯进来，那他也是死路一条啊！大当家好计策，雷埋得这么密，别说是昆仑派了，我们自己都过不去。我们撤退的安全路线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放心，有我在，这里很安全。哎，什么安全路线？打了！哎呀！